朋友，今日咧香港又有啲風雨啊，咁所以咧我哋由維多利亞公園咧就係班師回朝啦，翻到嚟咧廣播道呢個地方咧就係同大家見面嘅。咁啊近期咧社會嘅矛盾啊係此起彼落，咁啊先早期咧就有呢個所謂三堆一爐嘅問題啦，咁跟住咧就有政改嘅問題啦，另外咧呢幾日咧鬧得一樣熱烘烘嘅就係有新界東北發展嘅問題。咁大家都睇到咧就係似乎各方嘅勢力咧都係互不相讓喺度糾纏在一起。咁啊，究竟喺呢咁嘅情況之下，我哋成個社會應該點樣處理咧？尤其是今日係正係622嚇，即係投票嘅情況。全民投票嘅時候。咁我哋想講兩個問題咧，就係一，究竟622投票呢樣嘢，而家有成50幾萬人出嚟啦。差唔多58萬啦，而家。係啦，咁啊，究竟係對香港嘅政改呢一個咁嘅力量係一個助力，或者還是一個反助力嚟嘅咧？究竟係對我哋嘅政制係好，抑或係壞啦？另外咧就係喺呢一個咁嘅討論過程之中咧，傳媒咧亦都係一個重要焦點，就係有啲人咧就話，有啲傳媒咧就係唔係好偏頗，連香港電台咧都俾人鬧，咁啊亦所以咧我哋今日亦都係一併嘅討論下，究竟傳媒啊喺呢件各種嘅社會事件之中，應該點樣叫做係可以代表到市民發聲咧咁。嗱，今日咧就係請到4位台上講者嘉賓咧，同我哋傾一傾嘅。咁啊，分別係介紹喺我旁邊係周浩鼎先生，係青年民建聯嘅主席，歡迎你。大家好，大家好。旁邊咧仲有係何樂生教授，係幫港出聲嘅發起人，係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歡迎教授。你好。仲有係黎智英先生，係壹傳媒集團嘅主席。你好，你好。仲有咧就係而家旁邊咧就係本來係周永康先生啊，係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嘅秘書長咁啊，但係因為佢而家因為今日風雨塞車嘅問題，佢而家趕緊嚟，希望佢可以好快咧就可以咧就係加入我哋嘅討論嚇。咁啊，就有兩間學校已經出席嘅，分別介紹下係聖公會蔡公普中學嘅老師同埋同學，歡迎大家。咁啊，仲有係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嘅老師同埋同學，歡迎大家。歡迎。好啦，請現場嘅朋友咧就聽聽主持人嘅講話。我哋係有4位嘉賓嘅，不過有一個咧就塞緊車未嚟到嚇，唔使咁心急就嚟到噶啦。好啦，我想問一問大家啦，就而家面對住50幾萬人投票，大家覺得呢一個咁嘅投票嘅數字喺整體嚟講咧，對香港嘅政制發展其實係一個助力啊，抑或係一個反助力咧？係有利啊，抑或冇利咧？邊位有興趣講先？我哋喺香港人而家完全係喺我哋個前途，喺我哋個普選係冇發聲嘅地方。我哋係冇辦法去爭取到我哋基本法俾我哋富有嘅權利。我哋唯一有嘅就係我哋為我哋嘅普選去發聲。我哋唯一有嘅就係今日我哋行出嚟，作為一個香港人，我哋用我哋嘅尊嚴，用我哋我哋香港人嘅驕傲去投下呢一票，去為我哋呢個將來，為我哋個普選發聲嚇。我哋手無寸鐵嚇，所以咧，我哋能夠做嘅就係行出嚟投票。我希望每一個人都出嚟行出嚟投票。今日好咁但係有啲人咧就會認為嗱，當然出嚟投票係表達咗民意啦，但係可能咧亦都係令到咧就係國內咧更加咧係驚呢種民意咧就會更加收緊嘅。阿黎生，你點睇呢個咁嘅？我哋唯一能夠做到就係呢樣嘢。作為個市民，我哋咩都冇嘅，係嘛？我哋咩都冇，咩權力都冇嘅嚇。好似而家最近白皮書出咗嚇，京官佢話咧，香港人嘅權力完全係中國政府賦予嘅權力。佢未有賦予我哋權力咧，我哋香港人係完全冇權力嘅。換句話嚟講，我哋香港人如果中央唔俾權力我哋只不過係中央嘅奴隸，因為只有奴隸先至完全冇權力嘅。好，何教授點睇呢個問題？究竟係有利抑或冇利？嗱，我咁睇嘅就何樂生教授發言，請。可唔可靜啲啊？嗱，我嘅睇法咧就咁樣嘅，就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民意嘅一個即係表示啦。咁咧就大家知道咧，即係呢個其實唔係一個所謂公投所謂即係有法律效力嘅公投，佢唔係一個有法律效力嘅公投，但係都係一種民意嘅表示啦。
咁我哋而家唔知道即係嗰50幾萬人即係嘅投票佢係點投法，我哋唔清楚。但係一樣嘢我哋知道咧，就係佢俾市民所選嗰3個即係政改方案咧，都係違法嘅。咁既然我哋係咁着緊個基本法，即係又頭先黎生講，即係基本法俾我哋有咩權咁？咁如果我哋自己都背棄呢個基本法嘅時間咧，咁我哋咧其實就真係如果中央政府背棄呢個，亦都因為你即係市民係違背基本法，而中央政府都係跟住佢咁違背基本法，大家都唔尊重嘅時間咧，咁就出現一個好大嘅問題。即係我嘅擔心就咁樣，即係變咗你不仁我不義啊！即係如果因為基本法呢樣嘢咧，其實係對於市民同埋對於特區政府同埋對於中央政府都有約束力嘅。咁換言之咧，假使間有一啲嘅要求，譬如佢話即係公民提名，任何公民唔係屬於提名委員會嘅公民都一樣有權投票嘅，咁樣有權提名嘅。咁呢個明顯咁背離咗基本法。我覺得如果你係即係將一啲明顯違背基本法嘅嘢，連大律師公會都認同呢個咁嘅講法，違背基本法嘅，咁你仲將呢樣嘢嚟到話要求呢樣嘢，其實你自己係踐踏緊基本法，你又要求中央政府受到基本法約束，咁你係咪唔公平咧？即係我覺得呢個有咁嘅問題，我覺得市民係應該明白呢個道理咯。咁所以咧，我嘅擔心咧就係咁樣嘅，即係如果個市民喺對於基本法、對於法律嗰個認識係不深，而誤以為咧，即係呢個基本法係俾到我哋本來有啲咁嘅權嘅，其實真係冇呢個權。個權喺邊度咧？嗱，頭先黎智英講啦，佢話即係佢話香港人冇權力。嗱，其實嗰個白皮書嘅講法咧就係話香港特區政府嘅權力全部來自中央政府，佢只係講香港特區政府嘅權力全部來自中央政府。呢個喺嗰個歷史嗰個背景咧係有佢個根據嘅，但係唔係話香港市民冇權利。嗱，權力同埋權利係兩回事嚟嘅喎。香港市民當然有權利啦，有好多嘅權利，作為人就係有權利。但係特區政府嘅權力咧，100% 都來自中央政府嘅，呢個講法係冇錯咯。好，唔該晒。周浩鼎表示想發言。周浩鼎係咁咧就當然我絕對同意頭先何教授講嗰啲權力嘅問題啦。咁首先第一就係而家我哋見到呢個所謂電子公投，就中央政府已經出嚟講得好清楚，就因為係冇任何嘅法律基礎，亦都冇符合基本法嘅任何基礎，咁中央政府都唔咁係咪非法咧？即係話冇法律基礎咁做嚟，即係好老實講，中央又唔承認。其實好老實講，我會覺得冇乜嗰個唔應該擺咁高嘅參考價值喺裏面。嗱，我想是否非法你要界定先得，因為而家個高度係去到是否非法啦。佢唔係佢唔係非法，佢係冇法律基礎，冇話基本法有咁嘅講明話有咁嘅權力去做呢啲公投。但係應該講清楚有民意嘅基礎啊！嗱，呢個民正係我想回應你啊，黎生。嗱，我想提一點咧，就係今次呢個電子公投，大家你話睇到有50萬人出嚟去投，但係亦都引發咗好多嘅擔憂嘅。嗱，我哋睇到呢幾日咧，有好多報章、好多網民其實都已經報導咗出嚟，就話原來喺呢個嘅電子公投嘅過程裏面咧，係可以有好多嘅問題發生嘅，例如可以用人哋嘅身份證 number 去投票啦，可能有重複投票嘅發生啦，亦都可能係會質疑究竟點樣去界定嗰啲所謂投咗票嘅人究竟係入咗邊個階段先至係叫做投咗票，點樣得出呢個幾十萬嘅人數咧？嗱，我想提嘅就係我亦都唔係專家，但係喺凡係牽涉一啲電子投票嘅做法裏面咧，如果我哋睇世界各地，就算係美國係堪稱最先進做電子投票嘅國家嚟嘅。2012年嘅時候首先佢當時做奧巴馬選舉嘅時候，佢哋嘅電子投票嘅系統都多番俾人哋詬病，係有人話可能係投咗俾奧巴馬，原來佢可以幫你搞到變成轉俾投共和黨嘅，係可以咁樣做法。凡係有呢啲而家嘅電子投票嘅情況呢，其實的而且確係會有好多嘅我哋未知道嘅問題發生，或者所謂有啲人透過一種技術去將一啲嘅選舉結果呢，所謂將佢去扭曲或者操控呢，亦都唔係話冇機會發生。所以我覺得喺呢樣嘢嚟講要小心嘅。你同我都唔係專家。小心嘅問題咧就係話，我哋要講嘅就係究竟幾十萬人出嚟投票，對成個政制發展係一個助力咧，抑或係一個反動？嗱，
如果比如話頭先我啱啱講咗啦，既然係有一啲咁大嘅質疑、咁大嘅問題，我哋要自己要有獨立思考，諗清楚究竟我哋對呢樣嘢嘅信任度有幾高。如果我哋對呢樣嘢嘅信任度，我哋要保持一個獨立嘅諗法，我哋知道未必一定要完全係要依賴晒呢一個咁嘅投票數據各樣嘢嘅時候呢，我就要諗啦，究竟我哋點解要花咁多精神去講話？喂，而家呢一個咁嘅投票結果就會代表咗啲乜嘢？點解我哋要用咁樣嘅情況去睇我想問你，除咗呢個，我哋仲有咩渠道可以代表我哋民意嘅咧？其實我想講嘅就係你唔一定要搞啲咁嘅所謂電子公投。係搞咩咁樣？即係你嗱，其實你每一次做民意調查，咁多民意調查，又係好簡單。之前政府亦都做過一個民意調查，對於佔中嘅支持度，好多嘅市民其實而家係越嚟越唔支持佔領中環嘅。早排嘅數據係由40幾個 percent 係跳升到50幾個 percent、53點幾個 percent 嘅市民係唔支持佔領中環嘅。其實你睇呢啲民意調查都可以有啲嘅根據。我覺得意思就係話我覺得唔一定要任何用呢民意調查咧種嘅公投去做咯，係唔夠一個全民投票呢一個嗰個即係嗰個合法性咯。但係咁喎，係好啊！但係咁喎我而家咧現場周永康生咧已經到咗啦，我哋不如請周生講講啦，佢係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嘅秘書長。係，大家好。周浩鼎先生就話，即係政府應該透過其他方式等市民可以表達意見啦。咁政府喺新界東北咧，咁就做咗即係城規會嘅諮詢嘅。咁4萬幾封咧就反對佢就發展，咁7封咧就話贊成佢發展。話原來喺政府做完諮詢之後咧，個結果係咁樣，民意咁大嘅反彈，政府都可以一意孤行嘅。咁我唔相信呢個政府喺政改上面做諮詢依然可以公正，所以先而家有50萬香港人走出嚟，用佢自己嘅聲音喺呢個民間公投裏面表態。嗱，你話成個表態有冇用呢？咁啊真係需要問即係北京政府佢自己驚唔驚啦？有50萬嘅香港人行出嚟，呢50萬嘅香港人，如果香港特區政府或者中央政府佢再繼續否定，連一個咁溫和嘅表達方法佢都要否定嘅時候，香港人仲有啲咩方法啊？全部一窩蜂湧晒支持佔領中環啦！呢個就係必須，我諗建制派周浩鼎先生你自己都需要思考，究竟呢個香港政府係咪仲可以管治到？當佢連咁龐大嘅市民嘅意見都漠視、都踐踏嘅時候。我想講一樣嘢呢，就係其實中央政府係過往係好多次嘅經驗，我哋都睇到呢，對於民間係發動一啲嘅所謂公投啊呢啲嘅東西，其實喺中央政府嘅角度已經講得好清楚，佢哋係唔會承認呢一啲嘅活動嘅嗰個所謂嘅即係有一個嘅理據，佢哋唔會承認呢樣嘢。嗱，我覺得正正係因為而家我哋嘅普選已經去到一個咁關鍵嘅時刻。我哋係唔應該將嗰個矛盾激化。其實坦白講，你而家擺到明，中央政府話到俾你聽，係唔會承認呢一啲嘅咁嘅公投。咁你夾硬要去再搞一個咁嘅公投，然後借住呢個公投去想講一啲係中央政府唔接受嘅一啲嘅道理。咁老實講，其實你係激化緊個矛盾，就唔係大家行向中間嗰個路咯。其實即係會唔會啊，黎生？你覺得你而家係激化緊香港嘅矛盾？你唔係向緊一個中間路去行啊？如果我哋市民咧連出嚟投票去表達我哋為普選發聲嘅權力都冇埋咧，我諗呢個社會係無疑係一個好平靜嘅社會，但係呢個係死咗嘅社會，呢個係完全人民係冇力量，係完全唔可以發聲嘅社會。我奇怪咧係你阿黎生俾我嘅感覺係你好唔想承認基本法。其實正如頭先何教授都講啦，我哋所有而家嘅香港人所有嘅權利喺基本法裏面寫得咁清楚，係已經得到保障。所有嘅選舉，我哋講緊2017年嘅普選已經寫得咁清楚喺基本法裏面，全國人大常委都已經講咗岌晒頭，係點樣去行。但係你似乎係好想摒棄咗呢本基本法，然後自己去搞一套。但我想，如果你自己搞一套，呢個對香港整體利益咧係好差嘅。即係我要提醒你呢樣嘢。呢個係你話㗎嚇。而家個基本法受最大嘅打擊，而家香港話最大嘅打擊係咩咧？最大嘅打擊係白皮書。我唔認為白皮書係打擊基本法，白皮書係講翻清楚一啲已經凌駕咗我哋嘅基本法，而使到我哋今日香港人連一個最基本嘅基本法我哋都冇咗，我哋要根據個白皮書去作為我哋嘅法律。你話幾可怕？好，唔該晒台上4位。咁好多謝阿周永康先生，剛才帶出一個討論重點，究竟呢幾十萬上街，中央佢嘅講法就係驚抑或唔驚咧？驚唔驚之後會對香港嘅政制點發展呢？我第2節咧翻嚟繼續討論。OK。
好啦，咁啊呢幾日咧有50幾萬嘅市民咧出咗嚟投咗票啊。咁啊上一節咧我係一時漏口就講咗幾十萬上街嚇，其實幾十萬人咧係投票。好啦，咁啊大家咧就會諗啦，就話幾十萬人出嚟投票，究竟係一如阿周永康剛才所問嘅問題，會唔會令到中央驚咧？咁嗱，佢驚又如何？唔驚又如何咧？咁嗱呢個係好值得大家去思考嘅問題。周永康，佢驚唔驚？嗰個分別喺邊度嚟啊？我諗佢驚咧係在於佢期望香港呢個地方可以管治到落去啊嘛。當佢漠視咁龐大嘅香港人嘅民意嘅時候，其實佢必然呢個地方係會激化管治嘅，或者激化香港嘅民意，香港人就會走去佔領中環。當香港人走去佔領中環嘅時候，其實香港呢個地方仲會唔會管治到呢？佢一來影響可能成個金融制度嘅時候，中國人嘅經濟根本就瀕臨崩潰。佢有咁龐大嘅國債，佢需要改革佢嘅銀行制度。佢唯一依賴嘅就係香港。當香港都唔可以作為佢嘅模範去進行改革嘅時候，佢點樣維繫到佢國內嘅經濟統治呢？而當如果香港人都可以透過佔領中環一啲模式去反抗嘅時候，其實內地好多維權人士佢哋都會嘗試用啲更加激化嘅方式去進行反抗嘅。中國政府就必須要思考，會唔會造成即係漣漪效應，令到佢一發不可收拾咧？但係問題個壓力咁大嘅時候，亦都可能咧令到佢會好驚，越收越緊㗎。黎生想講，我哋講呢個嗱，就算我哋未開始投票咧，都已經表現咗佢驚㗎啦。否則佢唔會黑咗我哋佔中嗰個投票網站，同埋黎生，嗱，黎生真係小心啲先。嗱，我哋講呢啲指控咧，我想講一樣嘢。係嗱，對於呢啲剛才你講嘅話指控係中央政府揾人去搞黑客去搞個網站，我呢啲咧係要好小心，唔好亂咁講。嗱，因為呢種指控咧，我覺得有啲無理取鬧嘅，梗係屈得就屈。嗱，好老實講，你知唔知呢一單用公投呢一樣嘢，然後黑客入侵，係令我想起319以前陳水扁槍擊案臨到選之前，突然間中一槍，即係嗰槍究竟係邊個射嘅咧？究竟係民進黨自己射完之後苦肉計，佢就贏？你話呢啲黑客咧係我哋自己做嘅？喂，我都唔敢講啊，我都唔敢講啊。不過我講清楚，嗱，我話俾大家聽，大家有啲獨立思考，我哋去諗點解所有嘢。一個黑客嘅入侵嘅網站係會又啱啱好做到你即係入侵佢，但係又唔會令到佢完全癱瘓，又可以佢繼續嘅。即係我覺得係，如果我真係假設要整一個黑客，要完全令你癱瘓，你完全做唔到嘅，咁而家即刻癱瘓晒啦。但嗱，我提出一啲合理質疑。蘋果日報咧，我自己再知道咧，蘋果日報完全癱瘓咗，我哋係收咗18個小時。先至慢慢而家正常翻嘅。所以我點解提出呢樣嘢就係，既然你都會提出一啲質疑嘅時候，我請你咧就唔好咁快就屈落去話中央政府揾黑客去搞你個網站，因為你同樣有咁嘅猜想，我亦都有質疑呢樣嘢，似乎似啲係319槍擊案，就係陳水扁隻翻版，究竟係自己有係咪射到落去，啪一聲，哎呀中槍。跟住然之後，第二日就當選啦。嗱，周浩鼎先生，你咧並唔係真係太了解中央嘅啫。喺5月16號，你上游清源嘅節目嘅時候，你就話香港嘅基本法係一本小憲法。前幾日《人民日報》報導話，香港有人將基本法當小憲法，多少有獨立或者半獨立嘅心態，就係指緊你啊！你或者翻去要反省下自己，其實係咪真正了解中央嘅心意啦？哇！我覺得好出奇，你用一句咁嘅説話嚟形容我嗱，唔緊要，我今日帶一本雜誌嚟。嗱，雜誌咧圖文並茂，咁咧原來咧就喺上個月底咧，阿黎生，我知你可能好多朋友，咁你咧就同呢個美國嘅前副國防部長沃夫維茲咧，不如我哋呢個問題留到第3、4節先講啊嘛，周浩鼎，因為呢個係傳媒嘅做法。我而家想講咧就係話，我哋呢一次咁嘅投票咧係會令到我哋對成個政制嘅進程係一個好處咧，一個壞處。不如阿何教授講講好嘛？嗱，我嘅睇法咧就咁樣嘅，就即係呢個咧都係一個民意嘅表示啦。咁個民意咧，我個人認為咧就係應該重視嘅，即係各方都應該重視個民意嘅。咁我哋要明白到咧，市民有一啲嘅訴求。咁個問題咧，佢啲訴求我哋點樣可以去滿足得到咧？咁應該係循一啲合法嘅途徑去滿足啦。你認為中央會點樣睇呢幾十萬人上街？佢係會積極面對啊，抑或消極面對咧？我呢樣嘢我唔敢講啊，因為即係我唔知中央政府我真係唔知中央政府嘅心意點，即係我唔能夠估佢噶嘛，係咪？
咁但係一樣嘢，即係作為一個即係我係做政客研究嘅，好，即係所有呢啲民意嘅顯示咧，我都認為係應該重視。但係咧，同時咧，我哋亦都要明白到，如果喺嗰個民意上面反映出嚟咧，係原來好多香港人係唔明白個基本法，唔明白基本法對於即係我哋作為香港市民係有約束力。對於中央政府係有約束力，唔明白呢樣嘢，而我哋自己居然係打破呢個即係嗰個約束力咧，唔遵守佢咧，咁我覺得咧呢個係好大嘅問題。但係呢個咧係需要教育啦，就唔係話一個打壓啦。咁我覺得一個即係比較上明智嘅一個做法咧，就係即係當然啦，我個人我好希望即係中央政府咧能夠採納一個比較上係即係正所謂能夠一個合憲嘅合法嘅。一個即係普選嘅制度，一個比較上開明嘅提名制度，令到咧係即係市民有選擇嘅一個即係普選。即係當然，但係中央政府有中央政府嘅憂慮，咁我哋亦都係希望咧能夠喺一啲嘅設計上面咧能夠舒緩中央政府嘅憂慮。咁我覺得咧即係舒緩中央政府嘅憂慮，同時亦都舒緩咗市民嘅憂慮咧，我覺得好重要。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市民有好大嘅憂慮，就係我哋嘅普選唔係真嘅普選咯，係一個假嘅普選。現場嘅朋友請聽聽嘉賓嘅發言先好嗎？唔係，所以個講法咧，嗰個所謂講法咧就係嗰個提名嘅程序啊，嗰個提名委員會應該比較開明啲。如果市民唔係憂慮嘅咧，去到而家咧，我哋嘅選票咧。就差唔多應該去到成60萬嘅，唔係5萬嚇。我離開嘅時候咧係58萬嚇，應該60萬。我覺得咧選票係最好嘅方法去表明我哋市民對我哋得唔到真普選嘅憂慮。你頭先一路講普選，我哋要嘅唔係淨係一人一票嘅普選，我哋係要一人一票嘅真普選，而係唔係。呢個普選係受過輯選之後嘅人，我哋去選佢嘅嚇。你話何教授，何教授啱啱就講咗好多基本法問題啦，話香港人唔係太了解基本法，我就唔明啦。嗱，中共咧喺以往50年咧，將法律講得好清楚。1985年喺佢中共嘅官方小冊子《人民民主專政與人民民主法律體系》裏邊話咧，黨嘅政策係法律嘅靈魂，黨大於法。喺1967年《人民日報》頌揚無法無天嘅社論裏邊咧，佢話黨嘅政策必須要凌駕於法律之上。而家中國佢定罪率係而家目前中國嘅定罪率咧係98%㗎，係世界之高。我真係唔知道呢個違法違憲嘅國家，當一個普通嘅中國市民，佢喺屋企裏邊搞一個6·4研討會，蒲志強佢俾人話尋釁滋事而拉翻去毒打嘅時候，而尋釁滋事從來都冇喺中國嘅法律裏邊出現。我想問下呢個咁樣嘅國家，佢話佢要香港人尊重基本法，但係佢本身就違法違憲，香港人點會相信佢啊？我覺得阿周兄講嗰樣嘢都有少少離咗題。即係，我覺得不如翻去個題目度咧，就我相信喺我哋實行普選嘅呢個情況裏面咧，而家大部分香港市民都好清楚，係大家都想2017年行到去普選呢一步。而家似乎係有一啲嘅朋友，佢係提出咗一啲條件，係擺到明中央政府唔接受嘅。咁而你繼續向呢個方向行落去，點解我頭先話你哋係將咪就係你哋提出例如公民提名啊，唔跟基本法去做呢個普選，呢啲咪就係即係基本上係已經係跳出咗框架，你係提出咗一啲中央政府冇辦法接受嘅條件嚟。好嗱，我講俾你聽，如果務實啲去睇呢一個基本法，我哋根據基本法，根據全國人大常委嘅決定去做2017年嘅普選，我哋嗰5部曲臨尾最後嗰一步都係要全國人大常委要批准噶嘛。你而家擺到明係做一啲全國人大常委講到好清楚係唔得嘅嘢，你而家係將個呢個普選呢樣嘢推向冇機會發生咋。即係我覺得係你其實係將個矛盾不斷咁去化大，咁然之後咧就猛咁講話，喂，我而家就係幫你哋爭取緊普選啊！其實究竟你為普選做緊啲乜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就係你唔係向緊一個正確嘅方向行，你帶緊啲人向緊一個錯嘅方向行啊嘛。如果我哋有真普選咧，我哋唔會有矛盾嘅。而家個問題就係咧，我哋個普選唔係真嘅普選，我哋先發生矛盾，我哋先至有咁多人行出嚟去投票。
嚇。唔係點解你咁確定冇真普選？咪咯，啊呢個真普選點解究竟你點你咁確定冇去定真普選義咧？即係你唔跟基本你唔可法嘅你唔可普選都係唔啱㗎，唔係你唔係咪可以篩選嘅點會真唔係真你普選咧？你點知佢到頭來，我聽講好似係7月嘅時間，佢會有個方案會走出嚟。你點知道佢嗰個唔係一個你而家即係容許唔同你而家嘅？由頭到尾，我哋未聽過一句下呢個普選唔係需要篩選嘅，而係從來未有過一個人話呢個唔係要經過篩選嘅普選啊！咁見咩叫邊度真普選先？嗱，我想問周浩鼎先生個問題啦，即係頭先話，即係中國好驚或者人大咧，佢唔會接受公民提名啊。唔係我想我呢啲方法，我想問一個問題就係點解佢需要害怕？唔係呢個接受提名方法係冇問題，點解佢唔修改基本法咧？點解佢唔修改基本法去等香港人可以擁有呢啲提名方式咧？何生講講，我等講緊呢樣嘢。係教授講講。其實中央政府係冇權俾公民提名，根本冇咁嘅權力，因為咧基本法係清楚講明係提名權係喺提名委員會去提名啊嘛，咁根本你唔係話中央政府唔願意嚇。嗱，如果香港人話要修改，中國政府修唔修改先？特區政府係咪應該要修改先？修改基本法係要有一個過程噶嘛，你唔可以。哦，咁你有過程即係代表可以做啦，而唔係話呢個係唔合法、唔合憲，話呢個係唔可以容許香港人擁有啦，係咪 OK， 啊？好，我哋時間又到啦，我哋又休息一陣間啦，第3個回合啦，翻嚟繼續討論啊。好啦，第3、4個環節，我哋想講一講咧，就係關於喺啲咁嘅社會動盪嘅一個環境裏邊啊，傳媒應該點樣做先至叫做可以為民發聲咧？咁嗱，事緣呢，就係香港電台喺呢前幾日咧就新界東北衝擊過之後呢，就請咗啲朋友咧就上嚟做節目嘅。咁電台電視都有。咁就有啲立法會議員咧就指明香港電台就話：你請呢啲咁嘅人上嚟，你係喺度美化佢嘅做法。咁但係咧就我哋做傳媒工作嘅咧就係有人要講嘢，我哋就盡量俾佢講嘢㗎啦。一如今日嘅台上兩邊朋友都鄧暈㗎，係咪？咁咪何罪之有咧？我哋係咁諗啦。咁但係有人唔同嘅咁嘅睇法，我哋今日亦都想聽聽大家不同陣營嘅朋友覺得傳媒喺呢咁嘅情況之下應該點樣做先至叫啱咧？大家俾啲意見我哋啊，周浩鼎。係嗱咁講啦，即係港台今日都請咗我哋幾位嘉賓嚟咁。我哋都有唔同嘅聲音喺度發表嘅，即係我覺得做傳媒呢，我唔係讀新聞出身，亦都唔係做傳媒出身。不過我覺得保持一個中立，大家有唔同機會發聲持平，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基本原則嚟嘅。咁不過呢，有樣嘢我都想，又係關阿黎生你事嘅。其實呢，貴報呢，即係你旗下集團嘅報紙，即係好老實講，呢幾日我哋都見到你鋪天蓋地，都好擺明車馬咁去，即係去可能去宣傳，希望啲人出嚟投票。OK， 我明白你有立場嘅。咁不過作為一個傳媒老闆，唔係話我特登撩翻啱啱呢單嘢出嚟講。咁你呢位朋友係前美國嘅國防副部長沃夫維茲，佢係一個美國最鷹派嘅政客，對中國係非常之唔客氣。佢係主張對中國要絕對嘅約束，係支持出兵，係對台灣亦都係非常非常嘅支持。武力方面佢係非常之 support 嘅。我覺得即係我冇權去干涉你交任何嘅朋友啊，黎生嚇。不過呢個可能係你嘅朋友，但係佢真係唔係中國嘅朋友咯。咁我覺得你真係其實要小心啲。即係我覺得作為一個咁大間嘅傳媒機構嘅老闆，會唔會呢方面你可能要日後都要睇住下或者小心啲咧？好啦，我總結周浩鼎嘅問題就係話，傳媒係咪應該只能夠交中國政府嘅朋友，而唔能交其他朋友啦？呢個問題好嚴重啊！傳媒，如果你做咗傳媒咧，你只能夠係交中國認可嘅朋友，即係話你個中國友善嘅朋友，無論中國做咗咩都好中國做嘅嘢就一定啱嘅。佢認為你交個朋友就應該係佢認可你嘅朋友，咁呢個係傳媒，呢個就係你嘅認知嘅傳媒。我話俾你聽，我覺得係下邊個黑色衫嗰位，你講咗好多聲，好多次意見好嘛？你停一停好嘛？你應承咗咯喎。OK， 好得。繼續台上邊位有興趣？嗱，我嘅睇法咧，即係傳媒咧係即係好重要一樣嘢咧，就係要即係要確守嗰個傳媒嘅專業
呢個專業性啊，專業操守好重要啦。咁而即係專業嘅操守方面咧，其中第一條咧就係即係我哋要分清楚一啲係評論，一啲係報導。即係報導咧，應該咧就唔好加插一啲自己嘅立場喺度，應該將個事實咧就係報導出嚟，就俾市民咧自己去判斷啦。但係評論咧應該好清楚啊！呢個係一個評論嘅文章，咁係評論嘅人將文章可以有咁嘅意見，可以有另外一個意見啦，係咪？咁大家知道咧，嗰個係一個評論。但係咧，如果一啲嘅評論、一啲立場咧，而係喺個報導裏面咧，係好隱晦地咧，係去引導個讀者咧，我覺得呢樣嘢咧，其實就唔係好專業啦。即係我所知道嗰個傳媒嘅專業操守咧，係應該即係報導就歸報導，就應該係客觀報導。嗱，我想問你教授，今日邊一個傳媒係專業嘅咧？以你嚟講，邊一個傳媒係專業嘅咧？嗱，大家其實就見得到好清楚㗎啦。就係中文大學即係做一啲嘅即係唔係，我而家問你邊一個傳媒？邊一個傳媒？你覺得係專業嘅先？而家個問題咧就係市民見到香港嘅傳媒嘅公信力咧就不停咁樣下跌啊！嗱，呢個係一個客觀事實嚟嘅喎，見到係咁樣嘅情況。嗱，呢樣嘢根本就係即係大家做傳媒咧應該有警惕。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就你唔好將所有嘢將佢下去好普及性去講。你覺得香港有邊一個傳媒係專業嘅？我唔能夠。黎生，不如我答你好冇？我想問，我唔能夠賣報紙，即係賣廣告話邊？唔係任何人都有資格，我冇資格評論㗎。即係因為你買嗰份報紙睇咗資格，即係因為你都係呢個集團嘅老細嚟嘅。即係或者你可能覺得你旗下我今日咧嗰個傳媒係最專業嘅，咁我都冇嘢好講㗎，係咪先？因為你係佢老細啊嘛，係咪？嗱，我提一樣嘢，頭先你提過，我都想答你嘅。你剛才問我話，作為傳媒朋友係咪一定要交中國朋友，或者一定唔可以交一啲唔係中國朋友？嗱，我只係想講一點，大家要留意下，每一個國家，如果你睇全世界每一個國家，佢對於佢哋自己國內嘅一啲傳媒機構，如果假設係要賣俾其他國家嘅一啲機構，即係有其他國家嘅投資者想去買呢啲嘅傳媒嘅時候呢，過嘅關係非常之難嘅。以前有其他國家想收購過紐約時報，咁但係最撈尾都唔得。因為點解咧？其實唔係而家香港講緊傳媒嘅關係先，就係有關係。我想提一個例子。頭先你問我係咪話所有傳媒就只可以交中國朋友？我唔係，我都話我冇資格限制你交任何朋友，我冇咁嘅能力。不過我想提一樣嘢就係，每一個國家對於佢自己嘅傳媒嗰個嘅運作，如果係有外來人或者係其他國家嘅人想去收購，從而可能比如講係操控咗嗰個傳媒嘅時候，嗰個國家自己本身呢係有好多嘅關卡去攔住佢嘅，就係因為佢唔想俾其他外國嘅投資者真係操控到嗰個自己嘅國內嘅傳媒。所以我想提嘅嘢就係話，作為傳媒人嘅角色 ，OK， 你交任何朋友點樣做，我冇權干涉你。不過我提嘅意見就係，全世界嘅標準就係為咗每個國家對於佢自己國內傳媒，佢要揸緊翻係俾翻佢自己國內嘅利益去睇呢樣嘢，就唔係俾外來投資者亂咁可以買到嘅。我有咩外來投資者咧？喂，冇，唔係，我就係話，我從來都話你冇外來投資者。咁你講呢班？不過你講呢班説話咩？唔係就係講翻，唔係又咪又係講翻你呢單嘢。我唔可以有朋友嘅咩？我唔可以有朋友。唔係，我明。而家投資咩？唔係。我冇話，我冇權去干涉你交任何朋友。胡說八道，你傻講啲乜嘢？唔係啊，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咁後生，你講啲嘢講啲歪理，好似講嘅真一樣。哇！你條友你真係離曬大譜啊！你。OK，我哋聽聽一個年輕人周永康講講先好嘛？無恥喎你！好，周永康你點？無恥喎你個樣真。嗱，周浩鼎先生啱啱就講咗好多嘢。好啦，俾阿周永康講先啊。黎生，聽下周永康講講。嗱，周浩鼎先生啱啱講好多嘢咧，就包括批評啊黎智英咁，佢係交朋友啦。咁講思維其實係好中國大陸式思維嘅，好似呢幅圖咁。嗱，一上街咧就係瘋子，一上街咧就係鬧事，一揭露就係造謠，一理論就係煽動，一批評就係顛覆，一講美國咧就係賣國。咁完全可以見到，其實批評點解交美國朋友有問題嘅時候，好多時候就係牽涉到覺得其實你根本就係顛覆賣國呢個思維，根本就唔希望人
香港嘅人或者傳媒係同外地有所接觸。我想問下，即係當有示威者佢嚟到傳媒嘅平台上邊，就住佢嘅言論作出表達嘅時候，而建制派可以批評，其實呢個係咪即係要求話異議嘅聲音全部都同我收聲，全部要禁聲？我相信咁樣嘅政府喺傳媒唔能夠提供個平台俾兩方面嘅聲音進行討論嘅時候，政府必然係會車毀人亡嘅，好似陳祖義咁講。嗱，我而家講句好老實，你哋靜唔靜啲？你哋係咪靜？嗱，我講咧，你哋而家咧又話外國勢力啊出賣俾外國啊諸如此類嘅嘢，呢啲咧係冇市場嘅。點解咧？我哋而家香港正係被外國出賣咗啊！你睇今日嘅英國係點樣嚇？今日嘅美國點樣？我哋香港人最需要佢哋嘅時候，佢哋而家喺邊度？佢哋望住嘅就係中國俾佢哋嘅佢哋嘅所有嘅合約嘅金錢。佢哋今日冇一個外國嘅，無論係西方嘅民主，無論係美國，無論英國，冇一個係為香港出個聲，冇一個唔係出賣咗香港嘅。所以咧，你話我哋出賣俾外國係反對嘅，係反轉咗。而家外國係出賣俾大陸。好，唔該晒台上四位，我哋休息陣間先嚇。第四節讓現場嘅朋友發表意見。好啦，我哋聽聽現場朋友嘅發言啦。請學校嘅同學，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係大家好啦。咁我想請問台上各位啦，前日特首梁振英先生仲有陳佐洱先生啦，回應今次嘅調查呢係非法冇法律基礎嘅。但係有人認為呢，喺港大民意調查一直都有進行唔同形式嘅調查，有訪問啦。而關於今次嘅政改方案嘅投票，只不過係一個大型啲嘅民意調查。咁你會點睇特首仲有中央嘅官員咁高調咁回應調查係非法嘅呢一樣嘢呢？會唔會可能係一啲幹述學術自由或者表達意見嘅自由呢？多謝，多謝你嘅聖公會蔡公埔中學。係，大家好。咁我就想問，香港既然係一個有言論自由嘅地方啦，咁喺過去一連串嘅衝突事件，就好似東北發展計劃啊、普選啊，同埋加上近期有好多被黑客襲擊嘅新聞啦，咁係咪即係我哋嘅言論空間同埋自由都會進一步收窄呢？唔該。好。下一位傅振中，我想問下肥佬黎咧，你自己收咗美國錢去辦呢個報紙咧，點樣可以持平中立呢？因為過往你自己喺度煽動中港嘅矛盾，香港人睇得到，你嗰份報章其實喺度係煽動緊香港人去搞港獨或者去反中國共產黨。你會唔會喺度公開咧去澄清翻你一共喺中國評論嗰度咧，你收咗美國佬幾多錢，以至你所做嘅嘢咧，根本係違背你自己中國人嘅良心㗎。我必須要俾阿黎生回應啊，30秒回應啊。嗱，我回應下啦。第一，你話我收任何人錢，我從來未收過唔可話美國任何一個錢去做傳媒嚇。你話我用美國錢去收咧，呢樣咧係誹謗嚟嘅，我可以告你誹謗嘅。除咗你係有事實嚇，第二咧嚇，你講咩話？我話俾你聽，好嘅，台下靜一靜。我話俾你聽，一傳媒作為一個香港嘅傳媒，我哋所有為嘅都係為咗香港人去發聲，為咗香港人有個唔同嘅意見。我哋從第一日開始到而家，我哋嘅立場係冇變嘅。而第一日開始到而家，無論受幾多打壓，無論受到幾多封殺，我哋嘅立場到而家都冇變。無論我哋蝕咗幾多錢，無論我哋個廣告俾幾多封殺，我哋今日都係冇變嘅。好，唔該晒你，唔該晒你。公民黨請舉手。周浩鼎先生，頭先你對佔領中環嘅投票咁多質疑啦，咁新聞就賣每秒300 GB 嘅流量攻擊呢個網站，呢個數字代表咩？大約每秒有11人衝入呢個門口。咁呢樣嘢咧，其實世界上冇幾多個機構可以做到，係國家級嘅攻擊嚟㗎。咁請問你認為呢個國家級嘅攻擊係來自邊度咧？
除咗中國之外，會唔會係美國攻擊呢個佔中網站呢？呢個我係非常之希望你可以回應。仲有頭先你話投票嗰個管轄有問題，我想陣間你可唔可以示範投2次票俾我睇嘅啫？係，唔使多嘅。周浩鼎想唔想回應？3秒。我想回應，其實當有人質疑係中國嘅黑客去夾硬屈落去，就話係中央政府搞嘅。咁我覺得有一個合理質疑，你話係國家級，如果我懷疑係咪可能美國都有咁嘅辦法做到嘅時候，點解我唔可以有呢個質疑呢？即係我覺得大家攞個事實出嚟去諗一諗，唔好下下都屈落去咁解咯。呢個係好重要㗎，我哋係要講清楚嘅其實。好，咁啊，阿傅振中，請你翻去。如果唔係，我以後唔俾你入嚟㗎。唔得，你出翻去。OK， 好，時間到啦，多謝大家。